第10届国际空中舞蹈艺术大赛伫咧泰国举办，今年台湾有21个人参加，嘛摕到4金3银1铜的好成绩。欢喜和台湾国旗翕相，这是第10届 Air Stars 国际空中舞蹈艺术大赛，今年伫泰国举行，汇集亚洲真侪表演空中马戏的选手来参加。记者今麦呢，就伫咧泰国办过 Amphitheater， 背后就是今年比赛现场。今年台湾计共有21位的参赛者，摕到4面金牌、3面银牌、1面铜牌的好成绩。咱来听看卖选手安怎讲。成人开放组的冠军陈景爱用高空的千手，呈现咱人伫生活当中常常爱策划无同的身份。陈景爱讲，虽然伊练空中马戏已经年外，不过准备这届比赛，也是拄到真侪困难。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本身比较不那么抗晕。对，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，时段必须要分很多次来练习。伫空中连续爬几内练到足脚进展，摕到手大半专业组第2名的第4期，今年才20岁，这是伊头一届摕到空中马戏的奖项。伊讲训练的过程不止啊辛苦，常常爱家己去紧加力，继续坚持落去。也毋过会使看到观众的笑容，就是上幸福的。我是表演呈现内容呢，其实是我人生路上我觉得最不开心、最不好的一段心路历程。我想要把这份伤心去分享给所有人，不是因为这份伤心需要被传染，而是我希望有同样经历的人都可以知道，你其实并不孤单。然后我希望未来呢，也有机会可以带领自己的学生到国外参加比赛，可以看到更多的选手，也能够让更多的选手可以看到台湾的每一位认真的选手们。柯卡金练空中马戏已经10年，伊认为台湾马戏的艺术实力真坚强，希望会使透过这届比赛来吸收国际养分，将经验传承落去，让台湾的马戏人才有机会伫国际艺术舞台定睛生态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艺术。记者桂宗林泰国报道。